Hello，大家好。我哋今日會嚟介紹我哋嘅作品。我哋嘅作品分為高碳生活同低碳生活兩部分。接住落嚟就係我哋嘅介紹。當極端天氣越嚟越頻繁嘅時候，低碳生活就再唔係我哋嘅選擇，而係我哋共同去承擔嘅責任。高碳生活看似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對舒適嘅追求，但其實高碳生活對環境嘅傷害都好大㗎。即使每一戶每日因為使用電而排放正常嘅熱氣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，但係如果每日全世界都過住高碳嘅生活，累積起嚟便會導致全球暖化加劇，溫室效應越嚟越嚴重，導致天氣溫度急速上升，令到人體更容易出現中暑或者熱衰竭等現象。其次，好多人都因為貪方便而選擇搭汽車，又或者係私家車，但汽車嘅碳排放量係會令空氣污染加劇㗎。而其中碳排放會伴隨住大量嘅臭氧、微粒會隨住呼吸進入血液，增加癌症嘅風險，對人體好有傷害㗎。大量嘅碳排放已經導致臭氧層破裂，一旦情況再唔改善，紫外線會變得越嚟越強，人類可以出現皮膚癌或者係曬傷，亦會破壞生態鏈，導致極端氣候變得更加嚴重。然而，實質上嘅低碳生活雖然冇咁舒適，但如果我哋選擇用風扇代替冷氣機，咁樣就可以減少耗電同埋節約能源，而且仲可以降低碳嘅排放，溫室氣體都會因此減少，咁樣有助緩解全球嘅暖化，營造綠化嘅生活。除此之外，用風扇代替冷氣機仲可以保護臭氧層，因為老式嘅冷氣機含氟利昂呢啲物質，呢啲物質會破壞到臭氧層，但風扇就唔包含氟利昂，因此開風扇仲可以改善空氣嘅質量。再者，單車係一個既低碳又環保嘅交通工具，亦係節省能源嘅好幫手。單車唔使使用燃料，同時都唔會排放廢氣，減少氮排放量以及空氣污染，有助保護大氣層。雖然單車會耗人體嘅體力，不過單車係一個有益健康嘅運動。踩單車可以幫助人們鍛鍊身體，亦對身心有益幫助。可想而知，低碳生活從來都唔係只係口頭上講就得嘅嘢，而係每一次大家微小嘅行為做出嘅改變，為我哋帶來一個美好嘅綠色地球。